为着甲故乡斗相共，伫咧台湾的乌克兰人甲几落个台湾的民间团体去莫斯科代表处头前抗议，要求俄罗斯都要赶紧停止，勿望国家会当斗相共。Україна! Україна! 伫台湾的乌克兰人手举国旗，望望和平，但是战争到大，第六天也是互因心碎，徛伫莫斯科代表处头前抗议，嘛望望挂界声援。If you don't want to support the war or army, support our medical help, support us with medicine. It's so important. We accept everything, all kind of help. You can support by donation just to buy our people food. I know we cannot deliver nothing from Taiwan, but we can donate and people can deliver from Poland to Ukraine. 由民间团体发起的抗议连续活动，短几天就有百挂的台湾团体被4000人支持，因呼吁政府爱甲乌克兰人徛做伙，嘛爱赶紧通过难民法，建立庇护机制，嘛表示伫罗西亚政府停止侵略进程会持续连续。这个联署的行动不需要任何的理由，因为这个就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道理。这反侵略。保障人权，这是普世价值。面对抗议，莫斯科代表处有派人接受联署，台湾嘛伫2日暗暝启动医疗物资的捐赠，内政部嘛允准伫台湾的乌克兰人延长居留的时间。行政院嘛表示会开赈灾口座协助难民。记者伫个莫里许凯台北报道。